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是这个一团媒的创办人雷智英，昨伫推特来直播讲台湾的重要性。雷智英是甲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博瑞光，甲南华早报前迄个总编辑克里佛德三个人来对谈，针对这个捷克参访团访问台湾，雷智英讲。 台湾有真重要的象征的意义。若是台湾拍落，那呢整个亚太地区嘛总会拍落。If Taiwan falls, Asia Pacific will fall. 雷智英用这句话点出台湾民主甲自由的重要性。伊伫甲 AIT 前主席博瑞光以及南华早报前总编辑克里佛德对谈的时，讲到捷克参议院访问团来台湾访问的时，议长韦德奇伫立法院演说中引用并且改变美国前总统甘乃迪当年伫柏林演说时讲的名句：“我是柏林人。”伊讲。我是台湾人。 安尼一个讲，立法院拢是普啊声，雷智英认为讲这个意义真重大。The implication is treating Taiwan like Berlin. If Berlin falls, Europe will fall. If Taiwan falls, Asia Pacific will fall. 冷战时期的西柏林和共产的东德包围，是铁幕内面的一拍明灯，代表是西方世界的自由甲民主。即马台湾嘛是亚太地区民主自由的重要基地。 博瑞光是提出讲，台湾勇敢影响世界，可能指出北京对台湾采取不可知的行动。雷智英是回应讲，台湾未来有可能会面对中国伫贸易上的施压，所以讲更加应该面向国际，找找做生意的朋友。